仲有2個星期又到農曆新年，中聯辦按照慣例大排筵席，邀請友好。立法會嘅民主派亦喺邀請之列，不過今年嘅做法明顯比過往有唔同。除咗被 DQ 嘅4名議員冇收到邀請函之外，仲有被標籤為獨派或者係本土派嘅議員，包括鄭松泰、陳志全等，都不獲邀請。劉小麗話：咁我認為咧，呢一種手段應該就係喺度搞分化，希望咧去分化民主派嘅一啲力量啦，去從而去統戰，去支持咧中聯辦可能未來嘅一啲政治嘅鬥爭啦，又或者特首選舉。佢承認自己即使收到亦唔會去，而且相信分化嘅做法唔會得逞。姚松炎今日冇返辦公室，但相信自己同埋其他被 DQ 嘅議員一樣不獲邀請。佢對此感到無奈，因為冇事實根據下被扣帽子。不過佢承認尚有邀請，亦唔會抗拒。民主派當中，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已經決定派員出席。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解釋呢個係禮貌嘅儀式。咁因此就係我哋都係一個好禮貌式咁樣咧，有同事會出席咯。咁當然都唔會係一個好容易中招嘅一個情景，因為我成日都講就係呢一類嘅接觸咧，其實應該咧係一種係好正常嘅會面，唔好睇成就任何嘅一個好特別嘅係政治嘅信號。胡志偉話：該黨已經肯定當日唔會有抗議行動。民主黨5名立法會議員兼黨主席梁家傑亦都收到邀請函。基於有來不往非禮也嘅精神，屆時會派代表出席。不過黨魁楊岳橋重申要展現和風，中聯辦就會停止干預香港嘅事務，包括特首選舉，認真做一個聯絡辦事處嘅角色。退休教授鄭宇碩對於獨派或者本土派不獲邀請未感到錯愕，因為拉一派打一派係中聯辦傳統嘅做法。相反，咁樣做更加可以做到清楚嘅效果，就係俾社會知道佢哋唔能夠接受。